继续煞来去彰化来看到彰化保盐顺德宫的冠军帽，这几天会当讲请甲抓袂牢。庙方特别准备2顶帽仔，予民众来遮拜拜，会当拍卡翕相。结果其中1顶帽仔，予一个查某囡仔提起，阵安尼无形。张下晡赶紧做头一批出来，差不多2000顶的帽仔，开始要发予新历9月初9来登记的民众来领。拜头名的是高雄来的乡亲，伊讲帽仔是要送予做伙参加铁人比赛的朋友，希望会当求好运，因为这2天啊帽仔伤过热。传讲有人假sen别人的身份来偷领的情形。最近大家拢咧笑的保盐顺德宫的帽仔，第一批看出来超2000顶的帽仔送到庙呀，2点1个到就开放予人领。第一名是为高雄来的这个先生，伊随摕帽仔去过路，因为伊嘛有参加铁人比赛，要摕10顶去送予做伙参加比赛好朋友。我很高兴，怎样高兴？希望大家比赛的时候都能够顺顺利利。另外，这个先生摕到帽仔，讲要送1顶予总统蔡英文。送总统府的？对啊，那要给谁的？那个蔡小燕。这部分拢是9月初9新闻报出来，迄天就登记要领的。迄个时阵，佫会当一个人登记10顶，佫有人借别人的名要来领。来登记，结果这已经有人写走了，被冒领了。啊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我不知道，所以现在我就是要看证件。实在是足想要知的，传讲佫有一个查某囡仔，甲庙准备要予民众翕相的2顶帽仔，其中1顶伫咧拍卡了后，就无摕落来，直接甲家己的帽仔佫伫起了后走去。当然是唔敢啦，但是阮无要追究迄个帽仔的代志啦。庙方嘛真无奈，帽仔赶袂出来，即马登记的一个人敢若会当领1顶，目前已经登记到7000外号啊，全部拢爱等到后礼拜1。虽望即届无领到，毋过信众拢讲会过来。还是特地过来拍照。那下次还要再来一次？对啊，等到开放的时候再过来拿。庙会讲帽仔无摕来卖，登记添邮箱就会当领。帽仔内底迄边有当庙的囡仔，才是正品。啊，网络顶的嘛出现真侪仿的帽仔，希望大家莫互嫌弃。保盐顺德宫的帽仔，即马已经变作台湾上夯的1顶帽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